平安，今仔真欢喜，阮来服侍主。不管你今仔日的心情到底安那，总是来到圣殿，咱都要用欢喜的心来学咱的主，咱做伙来唱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感谢和乐，拢归我主我的心。咱就应该敬拜到了。当我大声唱歌，高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阿门主，哈利路亚，阿门主，哈利路亚。表情给咱讲，你有娱乐无？你有欢喜无？因为咱讲吼，当咱若欢喜的心哦，咱自然咱的目睭就会笑，咱的嘴就会笑。所以呢，咱搁一摆，咱用欢喜娱乐的心来娱乐咱的主，因为当咱娱乐的时阵，伊嘛伫遮甲咱同在；当咱忧伤的时阵，伊嘛甲咱同在。总是伊希望咱用喜乐的心来娱乐，所以咱这一摆搁来唱这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恶人感谢，拢对我主我的心，咱就应该敬拜到了。当我大声唱歌，歌舞耶稣的名，哈利路亚。
恁有问过家己，你一生上大的祝福是啥物无？你即礼拜，你不容易咧灵修的时阵，蔡牧师讲，有人问过即句话：你一生上大的祝福是啥物？伊嘛咧思考，伊即句话我嘛咧思考，你一生上大的祝福是啥物？是你有健康的身体吗？是你有济的金钱吗？是你身躯边有济朋友吗？其实，伫咱基督徒的答案就是：你一生上大的祝福是你认捌主耶稣。因为当你认捌主耶稣，你较信，你较信。我敢若讲的健康、朋友、财富，这拢要加添予咱。总是，你有较信，你认捌主耶稣是你一生上大的祝福无？对我来讲，我较信。我常常来家己讲，世界上大项物件拢会过去，独独主耶稣的疼永远甲咱伫地，伊永远陪伴咱一世人。不管你是欢喜也忧伤也痛苦，不管你身躯有钱也无钱，主耶稣拢紧紧，拢将咱抱伫伊的身躯边，因为伊是咱一生同大的祝福。咱做伙来唱这张最深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知道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的恩典，无诚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上帝对阿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你的子孙要亲像海边的山遐尼济，天顶的星算袂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伊咧讲，上帝予咱的恩典嘛，亲像天顶的星，咱看会到，嘛是遐尼济。嘛，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常常领受到美妙的祝福。咱做伙来吟，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要唱着耶稣的爱，一生耶稣的爱，一生永常伴在我们身边。欢欣以及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站着。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的。
关心以及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突破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的爱，永不离弃一生。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匹配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匹配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亲爱的爸，阮伫你的面前，阮安静阮的心来敬拜你，嘛安静阮的心来思考上帝你对阮的疼。主要说，亲像这首诗歌的副歌讲，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你的能力赢过阮的软弱。我们靠着耶稣的名得胜，搁再得胜。我们永远唱着上帝你对阮的疼。因为你的祝福是遐尼济。主耶稣，虽然阮伫即礼拜7天短短的时间中间，阮特别是阮有经历着3场的个别的礼拜，亲像甲亲人离开，迄种的伤痛，互人感觉真毋甘，嘛互人有真济的思考，就是伫阮的一生中间，亲像圣经讲的，阮像婴儿一样，像我们手掌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一下子我们就过去了。主啊，我们伫阮一生中间只不过数十寒暑，总是阮要伫阮的一生中间要留来什么款的价值？伫阮的一生中间，我要互人安怎来笑脸？主啊，这是阮伫阮的祈祷中间，阮爱去想的，也互阮常常伫阮的一生中间，会晓搁较深会去追求上帝你永远不变的疼，也互阮会当清楚阮跑走人生的路途的中间，阮应该爱存什么款的态度，甲阮的一生的中间要追求的是啥物？主耶稣，求你常常用你的话教示阮，互阮伫你上帝的教导内底尊叹上帝的名，听会当听上帝你的声音，真做阮的牧者，也教示阮一生的路站，阮的路途拢会当无偏离。感谢主，愿上帝你的听时常激励阮，嘛常常提醒阮，嘛常常陪伴伫阮的一生到落尾。感谢主，因为会当信靠你，会当认捌你，是何等大的福分。主耶稣，阮就爱常常笑念着，嘛爱常常算效上帝你的恩典。主耶稣，当阮常常伫阮的心唱歌学乐感谢祈求的时阵，上帝阮就知，你透过诗歌嘛咧对阮的心讲话，你透过诗歌嘛，互阮享受着你甲阮的同在，这种的真实的确据。感谢主，
主要说，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互阮会当常常抬头来注目你，注目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在家庭，不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职场，主要说，阮拢爱常常注目在神你的里面，来享受伫基督内底永远的听。伫你面前，阮最安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再唱一次你的恩典够我用，用咱的心来领受上帝恩典的陪伴。不欢喜你既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这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无比的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远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愿神的平安常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须。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的心永远有指望，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盛与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这
所赐的一年。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赐我们身心灵平安。阿门。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夜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三甲来吟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咱人大家应该敬畏。圣会无论贫贱富贵，抬头仰望天顶宝座，请起立吟全首。
请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入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地，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圣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众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26篇。启应文26篇，主题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晚晚困。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你的囝围累你的岛。看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以色列。三角过来吟圣诗166首，圣诗166首。耶稣圣为上帝设立，显出恩典慈悲，兄弟姊妹同心，自集齐声学乐吟诗，请坐咧吟全首。
三个来祈祷。感谢上帝，是一礼拜的生活中，拢有感受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今仔日阮进入礼拜堂，是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是赐福气的上帝，阮甲阮的子孙拢要敬畏耶和华，求你无离开阮，互阮得到上帝的赐福。这是阮敬拜，求主接纳，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赞美请圣乐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耶利米书33章38节到40节。38节，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因的上帝，我要互因一心一路，互因常常敬畏我，互因甲因的子孙得到福气。我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就是无法倒转离开因，是要赐福互因，搁互因存心敬畏我，无法转离开我。搁看一位新约腓立比人书1章3节到6节，3节。我既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甲有分治，兴起福音。我也深信起头最好的工，伫恁个要成伊，到伫耶稣基督的日以上。讲道，同心同道，成全好的工，请张牧师。感谢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组织的教会，对年头到年底，主每一礼拜，阮追求你的面，特别是今仔日，阮伫这个年底。也是一个真的新的路程要开始进前，阮来批判阮家己。阮为着11月第一礼拜，阮的教会要改选后一任的中执。阮作为主执的时，阮要做伙祈祷。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批判心，也为着你家己的圣工，你来竞选你的路步。主求你的圣神伫这个中间教阮真侪一个。会晓接触你同工的教会，愿伫你的面前，强读你的话，愿主你的话做教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伫你面前安静听，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或者咱的教会伫11月初1，咱要改选后一任的中执，咱来时间特别留起来，用平常心。用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来回顾上帝所予咱伊最恩典。伫咱共同的生活中间，留落真侪的印象。我来到德堂教会，甲陈牧师伫咱中间32年，头一批甲阮做伙就是张长老、本入长老、邱吉长老，到今仔日。伫咱的中执的团队中间，只有邱吉长老、闽王执事、曾主席执事，咱有真侪人因为成长，咱就来接棒。兄弟姊妹，我要问恁一个问题：恁感觉教会选举甲社会选举有共款无？当然无共款，你想咱爱用咱的方法来选举，还是要用上帝的方法来选举？恁无讲的意思是恁有甚物种的主张吗？歹势啊，恁也未听无说咧讲啥，恁就当然，咱是用上帝的主张来做咱的主张，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愿咱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感谢上帝，伫前所为着咱备办做。伊所听的路步，所以当咱亲像咧读今仔日的圣经的时，保罗讲：我逐摆若少年恁，我就为着恁来感谢上帝。身为恁的兄弟，嘛是恁的牧师，甲恁做伙生活中间，其实我常常少年恁。我感谢上帝赏赐我伫30年中间每一个中执，因为因陪伴牧师。因为因帮助牧师，恁可能唔知影，
透风落雨风台天了后，什么人会第一个打电话来问牧师讲你好无？通常拢是咱的中职。我记我早期来到咱德堂教会，是咱的教会足简单，透风落雨，歹有一摆风台天。因为咱的教会牧师馆也未搭室内度，顶悬的厝顶遐，所以雨水对2楼尾3楼顶安尼灌落来，那瀑布的一直流。啊，半暝我就紧摕去找物件砍发，我遐会找。后来咱的牧师馆才有砍即个室内度顶悬的遐个3楼尾，所以中级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互我有真侪怀念。我嘛要真遗憾，甲咱报告，伫咱的中级中间有人伫即届，伊要退任，就是小庆姐，因为满70岁，照咱的教会规矩，咱有一个轮替，有新陈代谢，这是好，因为咱将事业交好年轻的一代。但是我嘛毋甘。伫半路陪伴我的刘克龙长老，伊伫即届要准备选举进前，伊首先甲牧师讲：“牧师，互我请假，互我后任莫参与伫即个选举的内底。”伊讲：“牧师，我的身躯有欠安。”兄弟姊妹，咱拢真毋甘，咱拢真小情。但是无论有任职，无论无任职，这总是咱的教会，对不对？愿天父上帝为着伊家己的教会，为着恁这个大家庭，已经侍奉的工人，伫咱的中间来帮助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一心一路的教会，同心同道。今仔的圣经是中文的翻译，会讲。对头一讲到今仔日，咱拢是同心合意。伫旧约的中间讲，因是同心同道。但是我毋知恁拄则咧听书会的周吉长老伊所读的圣经，伊翻译做一心一路，毋通听毋对哦，毋是一带一路哦。意思就是讲，咱100个人，但是咱只有一条心。咱100个人，但是咱做伙行一条路。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话放伫咱的中间。咱的教会是一间毋是完美的教会，但是通互人欢喜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有健康，有同心。我要为着上帝感谢，互我伫恁的中间，甲上帝甲恁同工。求天父上帝将这种的优质的人际关系，将这个优质的肢体关系，就是教会这种的共同体，这种的优质，继续放伫咱的中间。我用这张相片来代表咱的同心协力，毋是干那中级甲牧者，是大大细细。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上帝的面前，同心兴起福音。我要为着过去就任，即摆又搁在任的中职，伫上帝的名内底感谢恁，嘛祝福恁。基督徒基本上是退而不休的，对无？基本上无论咱有任职无任职，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是上帝的工人。愿天父上帝纪念咱中间每一个为着听上帝的缘故。伫这个教会参与付出，恁的精神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我今仔日的讲道较要紧，毋是要教恁着爱安怎选，选什么种人？有人会问牧师讲，牧师要选什么人？恁敢捌听过32年来牧师甲恁讲，恁选什么人？上帝的教会，我无迄种的习惯，嘛将来嘛袂安尼做。因为咱毋是钦点选什么人来做上帝的工人，咱是当心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求你照你的旨意来拣选你所要使用的萝卜。我搁读一摆，主啊，求你家己照你的旨意
来竞选你的工人，将你的心意互阮知。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来兴起伊的教会。咱的教会有一个足清楚的精神，就是上帝伫咱中间掌权，所以毋免惊无牧师，只有惊无上帝。咱的教会是上帝掌权的教会。昨双年教会50几个中级因的家庭甲牧师做伙伫咱中间，因利用这个双十节的假日长假，因伫咱中部访问几间的教会。伫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中级问我讲：“牧师，你伫遮遮尔久，你敢捌想过一个问题？你若离开了后，将来什么人会通来接你做牧师？恁想呢？”这个问题交上帝就好啦。但是咱有一个真要紧，就是咱当心去做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避免迄一节的来临。原来咱的教会是上帝掌权的教会，愿天父上帝伫咱中间来兴起伊的作为。所以选举对教会来讲，嘛是一个亲像咧守圣餐，嘛是亲像咧做礼拜共款。选举其实甲普通时的生活拢完全共款，就是参与伫上帝伊分别最圣的生活的内底。或者恁敢有同意？其实，咱每一摆任何的代志，咱拢应该持守一种的态度，就是平常心。我做基督徒是什么种的时阵，拢共款，分别做圣。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将今仔日的圣经的话放伫咱的生命的内底。保罗伫伊的批中间，伊安尼讲：逐摆我若想到你，我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若为着恁祈祷的事，我就欢喜。当我读这句话的时，我问我家己讲：天顶的圣神，伊敢有安尼咧对咱特定教会讲话？逐摆圣神来想着咱共同这个特定教会的事，伊敢有为着咱欢喜？恁感觉咧？我感觉有啊。牧师先带头甲恁讲阿们。我嘛毋望咱的上帝的圣神是继续为着咱祈祷的事，陪伴咱的时阵，做咱的保惠师咧引出咧造就这间教会事。伊伫上帝的面前是为着咱欢喜的，毋是因为咱100分来欢喜，是因为咱有尽心要互上帝来使用。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圣神继续加添伫咱的教会中间，帮助咱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对头一日到今仔日，我相信到将来嘛是安尼。因为咱有一个期待，就是这间教会无论100年、200年、300年，甚至1500年后，这间教会它优质的信仰认知，一个继续保持掉咧。牧师常常甲恁讲，古伦神父因的母会就是圣本笃教会、圣本笃会、天主教的圣本笃会。牧师甲恁讲，去因伫第6世纪1500年前，因建立迄个修道院到今仔日，1500年这个修道院要阁坚持迄个足简单的信仰的传统。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1500年，什么种的教会伊无改变？伊对信仰中间的欢喜，甲伊信仰的主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因为咱中间真正无人有才调讲100年后这间教会当安怎？但是免烦恼，因为咱的上帝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过去的一日。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兴起伊的观念，互咱伫上帝的面前，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准备心做2项的代志。牧师伫分享邀请，恁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11月初1，当然嘛到久久长长为着咱的教会。第一，咱伫上帝的面前，跟对上帝。圣经讲一心一路
意思是甲上帝同行这条道路，用上帝的心做咱的心，用上帝的道路做咱道路。因为上帝通过以赛亚，伊讲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而且咱若毋望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后来的阳光赢过前的阳光。咱若期待咱的人生后来，咱的后代因比咱更较兴起，更较有荣耀。而且咱来求上帝的道路，因为上帝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上帝的念头赢过咱的念头。所以头一个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邀请咱，为着咱家己的教会会无够业。为着咱的教会也有真侪成长的可能，不是最好，而是更好。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常有听到这句口号，讲台湾不是最好，可以更好。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一心一路，同心同道，圣经原本的意思，这个同就是一，共一条心。合一的心意，伫上帝伊的心意做咱的心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道，圣经若讲到道，有当时会翻译做上帝的话，但是今仔日这个道，毋是 logos， 毋是上帝的话，伊叫做 darak。这个道真正就是道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永永远远坚持用上帝的话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永永远远是一个遵探上帝的话做咱的心思意念，用上帝的主张做咱的主张。主对咱讲话的时，咱伫伊的面前讲主，我感谢你。所以今仔日的新约的圣经讲，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咱同心合意。因为伫咱心中内底想事感动的，动了善念，互咱有感动的迄个圣心，今仔日到将来继续要引带带领咱。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固守伫即个德堂。咱造就的囡仔，将来上帝若要使用伊，有可能上帝要找紧咱的囡仔到天边海角，咱毋免甲伊拔掉咧。亲像风吹，那上帝要用咱的囡仔到天边海角，咱就甲伊祝福。主啊，你带你家己的观念，互因带你的观念，因会当到逐所在参与上帝恁的圣工。但是既然上帝你甲阮留伫德堂教会，阮就要甲上帝你同工来建立一个信仰的摇篮，永永远远这间教会要用上帝你的话做阮的宝贝。求天父上帝也日日将当信的朋友加添伫阮的中间，互人甲阮做伙享受上帝你宝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照着过去，逐摆的礼拜牧师对恁讲话，是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圣经感动，我伫恁的面前分享圣经的话。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建立一间。是用上帝的话做地基的教会，好唔好？是上帝用伊的话来建立的教会，所以咱都要有上帝的话，是就是，毋是就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心一路一主一圣神，只有独上帝的话做咱的调教。愿这间教会是一间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兄弟姊妹，咱做伙伫这个所在做礼拜时，牧师解说圣经了后，说使恁也有感动。兄弟姊妹，咱爱做什么？分享。逐摆咱灵修，逐摆咱安静祈祷，逐摆你家己读圣经，兼在做伙伫礼拜中间。牧师所讲的圣经的解说，以及圣神伫恁中间，因为恁的敬虔会感动，咱欢欢喜喜甲人分享讲，这就是上帝所赏赐我生命
的亮光。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毋是敢若亲像相片遮尔水。兄弟姊妹，我真正逐礼拜拢感觉咱的教会足水。顶礼拜我讲一个说要甲迄个直播关起来也袂赴啊，但即礼拜双连教会来会中集家己讲，伊毋是可能毋是听着直播了后，所以才对总牧师的后壁的话讲，恁的教会足水。有一个音乐家，伊是双连教会的中集，伊做礼拜了后，伊徛伫外口的树啊，伊看到我行我来，伊甲我问讲，牧师恁的教会，即个讲台是啥物人设计？我就甲拍胸坎讲，我就画草图，互迄个师傅、土水师傅甲木工的师傅，因就安尼做。伊讲，牧师我有感觉袂出来，恁的教会即个讲台较遮尔，互人感觉有平安。用真少教会倾用1/3的礼拜堂做讲台，咱的教会真正1/3做。对下骹到遮，恁咱娘娘的即个面积，头前可能我要到20平，后壁走30平。足讨济，因为一间礼拜堂用遮尔大的所在。恁敢知即个讲台当时17年前安尼用起来了后，迄个师傅甲我讲啥物话？迄个土水师傅伊做了后，伊足满意。伊甲我讲，牧师恁即两支梁条有够水。会我的人就是会我的人，迄个土水师傅哦，伊即两支条安尼拨过来了，伊甲讲，牧师恁即两支梁条有够水。笑咧，我讲多谢你啦。兄弟姊妹，这毋是梁条，咱要做伙来起造一间互上帝的水充满伫咱中间，毋是干咱外表。兄弟姊妹。伊讲后来阳光赢过前的阳光，咱毋通误会呢。迄个阳光，咱家己阳光得当教会，阳光正好像牧师毋是。兄弟姊妹，读圣经爱读着，真正的重点。后来阳光是上帝家己用伊的阳光放伫咱的中间，毋是人的阳光。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将伊家己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无论日时、暝时，咱的生命家永远有耶稣的形象伫中间。主甲咱三甲伫着咱的教会，互相笑脸，圣神为着咱祈祷，圣神欢喜；中集为着咱的祈祷，中集欢喜。兄弟姊妹，恁参与伫即间教会中间，恁嘛欢喜。我感谢上帝带我来到咱中间。我嘛望，恁嘛感谢上帝带恁来到即间教会。愿天父上帝互咱互相笑脸的时，咱的心中都充满亲情。兄弟姊妹，迄种的归属感，你就是我的兄弟，我就是你的兄弟。即间教会永远就是我的后头厝，即间教会永远就是上帝所赏赐我圣洁的所在。主带恁归属伊的性命，主将伊的欢喜放伫咱的中间，一心一路。今仔的圣经无论旧约无论新约，伊真要紧有一个圣经的重点甲功课，就是永远敬畏上帝。咱的教会是互上帝掌管的教会，咱的教会应该第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态度，就是敬畏上帝。因为这间礼拜堂是上帝，伊充满的圣地。愿天父上帝，互咱对心中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讲主一心一路，我要恭敬谦卑，甲你同行，到我一生的路尾。也这愿谦卑成做你基督徒最要紧的特质。日时暝时，伫你的意识，伫你的潜意识。拢常常甲主讨讲，主无论我伫暗时咧困，日时咧工作，求你互我永远存敬畏你的心。主帮助咱遮就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敬畏上帝要受祝福。今仔日耶利米书第32章第39节讲，
恁若彼此同心，永远敬畏我，我就要互恁甲恁的子孙拢得到祝福。阿们嘛。我讲一摆，恁若彼此同心，一心一路，永远敬畏我，我就要互恁出好子孙，恁甲恁的子孙就要享受上帝拍开天窗，为着咱心中的期待甲听，甲咱祝福。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属天的祝福赏赐予咱的教会，也赏赐予在座的遐的姊妹。上帝的圣心要帮助咱，伊要互敬畏上帝的心永远无离开咱的家族。上帝要互敬畏上帝的心永远无离开咱的囡仔。当咱的囡仔若敬畏上帝、认捌上帝，有一日咱离开，咱的囡仔伊要有一条路永远无外错，因为上帝的圣心要继续引带因甲咱的家族到代代无尽。主听咱的祈祷，互咱的家庭，上帝伫咱的家庭看手，上帝伫咱的家庭抹油，上帝伫咱的家庭祝福。伊起头做这个好的工，善功好的工，伫圣经伊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价值。这个善，伊原文的意思叫做有价值。当上帝甲咱画手伫咱的生命的时，咱的生命就要叫做有价值的人。当上帝画手伫咱的心内，咱心中有一种的感动。迄个感动要成对真善美。上帝将咱过去的欲望，上帝将咱的情绪，上帝将咱的心思意念。古早的灵修的老师讲，人的心中有一个叫做逻辑脉，9种的情绪，3种的特质，就是人的欲望、人的情欲、人的心思意念头前的意向。这三种。恁若想要读牧师，等下甲恁讲对什么所在恁读会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心中，咱甲上帝讲：主基你甲我画手，你画手伫我的家庭甲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因的生命就亲像上帝，你开始咧摇动，互因生命得到上帝你的使用。伊搁落去讲什么？就必成全，就必成全。愿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就上帝的计划。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到《路加福音》第4章，是耶稣的讲道，是耶稣的差遣。耶稣建立路加的教会，通过路加使徒路加，耶稣伫迄个讲道了后，又讲一句话。耶稣讲：当恁已经听见以赛亚61章第1節到第3節。以赛亚61章第1節到第3節，路加甲伊記載佇路加福音第4章18節到21節。恁會當看佇週報內底，恁來複習迄個經文。恁讀了後，恁嘛會當擱重新讀一擺，因為咱逐禮拜的即個信息其實攏有連貫性的。當耶穌講，上帝的聖神充滿我，用油抹我的頭殼，差遣我將福音傳予送養人。互凄迷得着看去，受捆綁，心內焦染，有真侪情欲、真侪念頭捆綁的人，因要得到自由甲透放；心內破碎的人，因要得到恩望。耶穌講了後，將聖經合起來，伊就交予教會內底的中級。最後耶穌講一句話：當今仔日恁所讀的，恁聽到。我為恁所讀的聖經已經讀了，會記日，今仔日的經文要應驗佇恁的耳中，這是耶穌講到最後一句話。今仔日的經文要應驗佇恁的耳孔的中間。所以每一擺上帝通過有形的形式、無形式的，無論講道，無論是安靜，咱心中的第六感。上帝將上帝以家己的話，若放佇咱的心中甲耳孔。耶穌講，這個話就要成就上帝美妙的作為。也這常常甲上帝討，
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助咱，每一摆咱听到上帝的话，所领受的真道，每一摆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时，咱来静静思考，因为这个话要拿来讲，上帝的话要加入这种的观念，后来这个观念要鼓励咱采取一个行动，迄叫做坚持。上帝的话要加入一个感动，后来伫个感动安静的时，上帝要将这种的智慧放伫咱的心内，咱要回应上帝讲：上帝，我要坚持用你的话做我的主张。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所以第二个牧师要甲恁分享讲，恁要选什么种的忠职？牧师要互恁三个原则。其实这个原则毋是为着选举，这个原则是为着咱每一个兄弟。第一，我敢会当邀请兄弟姊妹，你问你家己讲，你敢愿意成做一个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基督徒？这甲选举有关系，但是这个甲选举嘛无一定有关系，但是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你敢愿意成做一个有耶稣基督的心充满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基督徒？第二，你敢愿意认真来看待你的信仰甲生活？也这虽然牧师讲这三项是渴望你用基督的心来为了教会选出有这种三种生命特质的咱的同工，但是更加要紧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拥有这种生命的特质。第二，咱敢愿意认真的看待你的信仰甲生活？也这毋是干那咱应该爱鼓励咱的囡仔认真看待咱的信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你敢愿意将咱这间共同的信仰的教会放伫你的心内？什么人肯将上帝的教会会轻重，将这间教会的需要，将这间教会的事工，将这间教会的使命放伫伊的心内？也这我要鼓励咱讲，牧师咱每一个人拢将上帝的教会放伫咱的心内，无出于勉强，是出于因为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中间，也用伊的疼吸引咱遮做兄弟姊妹，也因为咱感觉伫即个教会，我有一个立足点，即个教会嘛真做我归属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问咱家己，伫咱中间有什么人，他能够展现出来这种的生命的特质？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兄弟姊妹，伫你祈祷的中间，你为伊祈祷，你嘛为你家己祈祷。主啊，伊有，我嘛要有；主我有，伊嘛有。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教会中间，佮问咱第二个问题：伫咱共同生活这群人，有什么人伊家己将信仰当作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咱无人是完全的，所以咱若教会要中职要选100分的，咱找无人。但是咱会当问咱家己讲，伫教会要受选真做上帝的工人，伊应该伫阮中间有努力想要表现出来伊的信仰甲生活。
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建立一间用咱的生活讲话的教会，用咱的生活成做一个记号，互咱的厝边看到；用咱的生活成做一个记号，互咱的亲人看到，讲自从伊成做一个基督徒了后，伊完全无共款。伊有，我嘛要有。将近30年前，我读着灵修的一本册，一个叫做林真秀芬姐妹，有写一本册。因移民去美国，后来伫美国信主，伫美国信主了后，伫教会的鼓励，所以灵命得到丰盛。所以逐日透早就起来灵修。因为伊的牧师甲伊讲一句话，伊讲：逐日第一个天空拍开目睭。第一个要看到就是看到上帝，第一个想要听到喊你，迄个声是上帝的声，毋是你隔壁迄个同床异梦的隔壁迄个，还阁咧困咧咕咕叫迄个。伊讲到天光第一个要听到就是听到上帝的声，第一想要见面的就是紧要去跪落来祈祷见上帝。这个林正秀芬姐妹，伊后来写这本册，伊的动机就是分享上帝怎样祝福伊的家庭。伊讲自从伊开始改变了第2年，伊的8岁的查某囝，伊生日要到，伊要买一个礼物送伊的查某囝。这个8岁查某囡仔甲伊妈妈讲一句话：妈妈，我要一本圣经，每一天早上我要起来跟你一起祷告。因为这年来中间，我看到你足无共款。妈妈，每一次你讲到耶稣，你的眼睛会发亮。对迄个时阵开始，林真秀芬姐妹开始甲伊的查某囝，逐工透早做伙读圣经。5年后，伊写这本册，伊回顾，伊讲有一日伊的本性，伊咧责备咧管教伊的囡仔时，伊用羞辱性的语言去骂伊的后生。后来伊的心中圣神感动，伊足难过。伊就回头，甲伊的囡仔道歉。伊的后生说不知所措，甲妈妈讲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因为伊的囡仔因为这个道歉，因规个囡仔的生命，拢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且我毋是为着选举咱的教会，我从来无烦恼。咱的教会中间的选举，因为我深深知影上帝伫这间教会内底，伊拢经真正听伊的人，伫过去的年日咧陪伴教会。但是我甲恁分享这个是爱咱的教会，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的教会。兄弟姊妹，真正珍惜咱做基督徒的生活，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看见咱教会中间什么人，因愿意将上帝摆伫第一顺位，毋是将人摆伫第一顺位。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教会经迄个，愿意将家己刷去一边，然后恭敬。互上帝伫这间教会来掌管咱的教会，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互咱伫今仔日开始到永永远远，来用安尼来为着改选来祈祷。耶稣甲伊学生讲：，恁着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响。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德登教会，亲像伫天灵。兄弟姊妹，咱当时用这个祈祷来为着咱的教会的改选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生命用这句话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得到高举。愿你的国度降临伫我的家庭的内底，愿你的旨意成做阮家族
成做阮教会的旨意，到代代无尽。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帮赞阮，互阮用脚步、用谨慎、用敬畏的心来祈祷，首先将你的教会来交行伫你的手中，使你来保守引带这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伫阮的生命中间，伊的重要超过阮想象袂到。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互这间教会后来荣光赢过前的荣光，毋是因为阮手所做，毋是因为阮，是因为上帝你亲自用你的荣光充满伫这个所在，互人看了后就讲何等的奇妙！这间教会10个顶悬，竟然有一个记号，代表阮的主耶稣。主求你帮助阮，互这间教会全然属于你。主阮无烦恼明日是怎样，因为阮知影你掌管明仔。阮伫你的面前，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阮嘛为着过去，甲你同心去做教会每一个你所使用的忠贞，阮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保守阮，在即无在即个，拢无受到黑暗势力的攻击。阮拢要真侪上帝你所保守稳定的家族。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角来吟圣诗168首，救主奋兴教会，春日关灵圣手，用你活命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请起立吟全首。坐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今仔下晡2点，咱要伫建中的家庭，来做一个家庭礼拜。建中兄弟伫顶礼拜日的凌晨，大概毋知几点凌晨睡着了，上帝甲伊带倒去49岁，真错愕，49岁的咱的兄弟但是上帝大概毋甘伊长期食即种的慢性病的药所以上帝互伊休困。今仔下昼2点，咱要伫建中的家庭做家庭礼拜。恁若会当参加的人，请恁1点40伫教会集合1点40伫教会集合。咱来为着即个家庭祈祷，因后明仔载透早9点要伫即个彰化殡仪馆举行即个告别式咱要对即个所在7点45对教会出发恁若要伫教会坐车的人，恁7点45来教会咱做伙来为因的家庭来祈祷。华明的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有失去亲人的家庭，建中兄弟因的亲人来祈祷，主求你安慰伊的弟弟方仁。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黄宏仁会通伫上帝你的安慰中间，因为伊甲伊的哥哥2个人做伙相依为命。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伊，互伊有上帝你的圣神的帮助。阮伫你面前为着因的家庭恳求主你安慰，主你互阮伫你的听的内底来经验着上帝你的手来扶持。阮将因恭敬交伫你的手中。主啊嘛，为着阮中间年长的长辈来祈祷。阮为着伫台北的张廷兄弟夫妇，也为着张长老的妹妹张安姊妹，为着占台兄詹天比老师的太太彩云姊妹。阮嘛为着詹素莲蔡经兄因夫妇，为着庄世德校长因夫妇。也为着伫安养中心的演专执事来祈祷，主你安慰帮助。阮嘛为着陈慈忠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伊上帝你的快乐、平安甲喜乐。阮为着哀莫的洪长元兄弟来祈祷，求上帝你安慰伊甲理会，照顾因的家庭。专为着伫阮中间的刘成执事娘，恳求主你保守，互伊伫每一日拢有快乐，也照顾久无伫阮中间做伙做礼拜的单数阿婆。阮伫你的面前，将阮的长辈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祝福因，互每一天稳定高洁。阮同心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咱今仔日生日的兄弟姊妹，改成4个人拢无伫咱中间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照顾，千玉、大豪甲明德的妈妈，佮有谢桂芬老师，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因伫生日的时，主你让你稳定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祝福因。互伊每一天稳定高洁。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常常将智慧的光放伫因的目睭，互因会当看见上帝你美妙的作为。也愿天父上帝圣神，互因会晓算数管理家己的生活，互阮会当认真来看待阮做基督徒的日子。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甲因撒甲伫地。祈祷我佢阿所有性命，阿门。咱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
所听你，在咱一生中，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甲咱邀请一项代志，做伙来参与。喜乐宝院伫月底要办一个园游会，咱用奉献的心，咱会当甲即个美小姐登记。恁有想要爱用偌济来做分享，咱会当用园游券甲咱的亲人邀请因做伙参加咱用来陪伴喜乐宝院做即种真好的即种的事工的即个募款以及社区的连结咱为着喜乐宝院伫月底即个工作咱会当甲美秀姐甲登记，咱大概要爱偌济园游券带咱的家庭甲朋友，上帝甲咱三个对地，咱来请报告。是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基督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公的服侍下周，事会请张凤仁执事，领诗请陈忠胜长老，司琴刘一鸣兄弟，诗献冯坚甲林安鲁执事。交台第一组爱餐暂停。新眼讲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集体交通。主日下午2点伫黄建中府上家庭礼拜。10月12拜上午9点，中华殡仪馆举行黄建中告别式，请大家关心代祷。第二，妇女团结会长改选，新任会长郭依玲姊妹。第三，10月24。喜乐保育年第2年文化园区举办野餐音乐园游会，园游券1张100，请咱共襄盛举，伫爱的中间陪伴。第4，11月初1要改选本教会新任的长执，请兄姐齐心安静代祷。第5，12月15有洗礼，愿意领洗礼的兄弟请向牧师报名，接受真道课程。咱也为以下生日的人祈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然后出入早晚过节人员反映。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中华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请咱为以下正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第四，为教会青年、青少年学校的课业祈祷。第五，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六，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集得去打野。以上，来吟上行507首。上行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一地，现在一地，将来也永远一地，无穷无尽。请起立吟全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